如果身為賣家，究竟喺2026年我哋又點樣部署呢？你想唔想知啊？你想唔想知啊？Hello， 大家好，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Vincent。值得留意嘅係12月只有1849個係全新上盤嘅 listing， 咁即係代表其他嘅 listing 喺之前已經上咗盤，但係一路都賣唔去。而喺呢個市場，如果你想間屋快啲賣得出，就唔可以等運到啦，而係要喺定價、宣傳同埋包裝上邊比其他樓盤做多一步，先至可以打得贏其他競爭對手。喺呢個時候賣屋個價錢未必一定靚仔，但係正正就係呢個時候你可以平賣平買。如果計啱數，其實係可以行動嘅。例如你間屋賣價係比市場低5萬蚊，但係如果你想買嗰間屋，佢可以比市場價平10萬蚊，甚至乎更多。喺呢個情況下，其實你未必一定係蝕底，計落可能你仲有着數添。咁當然啦，依家呢個市場唔係話你想賣就賣到嘅。咁我建議咧，你最好就先同地產經紀傾下先啦。一個經紀能夠提供到更好嘅策略同埋更好嘅方式，將你嘅物業可以喺市場上邊用一個最好嘅姿態嚟幫你快啲解決呢一個問題。我相信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如果你想針對自己嘅情況作出一個清晰嘅評估嘅話咧，歡迎你可以揾我傾下。